讲话爱说理，唔来引起争议，甚至有可能会食官司。有103年历史的嘉义女中，进前宣布明年要招特殊班的查甫学生。校长是希望讲，这查甫囡仔的数理科表现较好，会当带动查甫学生。不过，这话虽引起学生也有校友的不满。在教学大楼顶悬，搭加入100年创校103周年的嘉义女中，校长才宣布明年的第一摆来招收特殊班的查甫学生。但是因为校长讲到，希望招入来的查甫学生数理表现好，男女共学，和部分学生和校友之间加深两性具印象，但是拒绝收查甫学生。如果是为了说招男生这件事情要来改变这个问题，我想是有一些难度在，所以它不会是很谨慎的一个手段。因应临近男校招收女生的问题，本校有此的因应啦。但是这个还是要经过教育部的核定才能实施。在迎新活动，师生互动是真好。校方解释讲，是烦恼全级招生才考虑招收查甫。一寡学生是无法度认同，烦恼讲有适应的问题。但是有过这种经验的学生认为讲问题无介大。因为我以前也是男校啊，后面有招女生，对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会融入了。就跟传统有点落差，但就是其实整体来说没有到影响很大，因为我们之前国中、国小也都是混校。在多元性别教育之下，敢若收查甫是敢若收查某的学校愈来愈少，但是要走出第一步，嘛是需要适应。专家认为讲，除了调设备和环境，可以一步一步来。从一些特殊的班级开始，渐进式的让同学觉得说，今天我加入了男生跟女生，对我们的学习并不会有一些担忧，反而会跟传统单一性别的学校，它可能会走出不同的一个教育的氛围。校长认为讲，有查甫嘛有查某的教学环境已经是趋势，无法度搁闪嘛。若有机会量早和无同性别的学生做伙学习，对互相之间的沟通相处嘛，拢有正向的帮助。应该理性来看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